又出了什么事啊？夫君，你养子不忠，竟到营中弟弟到案。夫君，你总要念在夫妻门上，想起弟弟才是啊。哎，这是他是做事人。你不肯过，光明怎能光的？你一定不过。我不能过。光明夫君啊！阳推身上也面色他的是连来夫君是非身，他的是娘娘因此